伴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在希，我係馬朗軒。今日我哋介紹我哋嘅作品《債住先工地守護》。先講講呢個項目嘅背景，喺工地地盤施工嘅時候，切割、鑽孔、打磨、卸貨都會產生大量嘅粉塵同埋懸浮粒子，當中包括 PM2.5。呢種 PM2.5嘅直徑係非常之極細，可以滲入到肺泡，影響進入血液循環。空氣污染係全球第二大死亡風險嘅因素，全球大約有700至80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，其中 PM2.5就係其中一種例子，佢就係主要嘅空氣污染之一。地盤工人長期暴露在沙塵、柴油廢氣同化學感染物當中，容易患上肺病同埋永久性身體損害。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個系統能夠即時監測、裝備識別同埋風險警示，提升地盤嘅安全管理效率。目標我哋呢個呢，就係大結構、偵測、判斷、提醒、回饋紀錄嘅貨幣環智慧工地安全機構系統，可即時監測嘅環境如防護嘅裝備佩戴狀況，並如異常嘅時發出嘅提醒。所有數據同埋事件均上傳雲端，實現可視化、可追蹤嘅安全管理。呢個係我哋嘅整體方案遊覽，我哋嘅目標都好清晰，就係減少工地嘅粉塵情況，保障工友嘅健康，降低職業病風險。呢個系統有5大功能：第一，即時監測 PM1、PM2.5、PM10嘅情況，了解全場嘅空氣情況；第二， AI 識別，檢查喺各個入口設置鏡頭，檢查工友嘅有冇佩戴口罩同適合嘅防護裝備。另外第三，即時警示，當粉塵超標或者違規嘅時候，會有發出發出提醒。第四，風險分級警示，用顏色去表達安全程度。第五，數據上傳，我哋會將數據上傳到管理層，方便管理層追蹤同改善。我哋嘅優勢就係在於同時管理環境安全同埋人員行為，唔單止係監測，亦係完整嘅安全方案，更貼近真實工地嘅運作。第五，我哋硬件架構接下來就係我哋嘅硬件架構，我哋以 microbit 作核心，結合 PMS5003 同埋 DHT11嚟監測粉塵、溫度、濕度。當偵測到粉塵超標時，我哋會啟動12V 水泵進行噴霧降解粉塵，利用 AI 進行識別有冇工友沒有佩戴一啲口罩或者防護裝備，確保工友有帶防護裝備。呢啲數據都係經過 WiFi 傳送到雲端，方便遠程監測同埋管理。Huskyland 2訓練。本嘢介紹系統嘅 AI 仲有視覺辨識功能，可判斷工人係咪正確咁佩戴緊防護裝備。系統結合環境同埋行為嘅監測，提升咗工地安全嘅預警能力。呢套即時監測同埋 make code。呢個展示咗系統嘅即時監測同埋程式嘅邏輯。可讀取咗 PM1、PM2.5同 PM10嘅數值，並顯示個預警嘅資訊。當 PM2.5升高嘅時候，系統就會自動喺度凍水頭，並透過分級嘅提示展現其實際運作嘅能力。來到軟體同埋資料嘅流程，其實呢個系統嘅流程係好簡單，就係讀取粉塵嘅同埋溫濕度嘅數據，檢測本地嘅即時判斷有冇超標。如果超標
就會作出警示，啟動 V12V 高壓水泵進行降層，再同時將數據傳送至雲端。重點就係我哋會能夠即時反映長期記錄雙層架構問題，就會即時處理。管理層我哋可以用長期分析嘅數據分析高風險時段同埋區域，進行優化安全措施。我哋唔係報警，而係真係一套能夠管理、可分析、智慧嘅安全系統。Google Sheets 雲端記錄，本頁介紹咗系統嘅雲端數據嘅管理功能，監測資料會上傳 Google Sheets 進行保存嘅同埋查看。平台可以顯示即時嘅數值、事件記錄同埋室內差嘅比較，協助分析嘅工地風險。系統將現場資訊轉化成可追蹤嘅可視化嘅管理依據。未來展望，我哋未來展望將會係一個項目嘅最延展性嘅一部分。喺未來方面，我哋辨識方面，我哋系統會將口罩同防塵冷嘅擴展到安全帽、反光衣、安全帶更多嘅 PPE 裝備，提升整體嘅安全監管完整性。喺應用場景上，我哋會部署拆卸、裝修、打磨、切割同高粉塵嘅工序，擴散到整體嘅應用範圍，連結手機 APP 及即時通訊功能，將風險通知到管理層，提升監察同埋協調嘅效率，進一步可建立工地嘅安全儀表板，分析高風險時段同區域進行趨勢評估。若未來嘅工程顧問或職安健團隊合作，呢套系統有機會從學生模型變成真正嘅智慧工地方案。因此，罩住先，工地守護唔單止一套作品，係一道可持續升級嘅智慧安全管理平台嘅雛形。多謝大家。